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哋嘅權傾網絡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如果你中意利用中國嘅社交媒體，例如小紅書啦、抖音啦、視頻號啦，去為自己去創造一個品牌效益，就係或者去揾生意，做多啲嘅 sales 嘅話呢，歡迎你呢持續關注我哋呢一個平台，我就會喺呢一度呢介紹一啲最新嘅方向俾大家，希望幫到大家。好啦，今日想講呢係關於一個小紅書上邊呢出咗一個新嘅界面，叫做內容廣場。OK， 咁啊，唔知你有冇發覺呢？你出好多筆記呢，好多時候出咗就始終冇流量，因為呢，如果你冇流量嘅話，其實你出咗即係做咗，但係就冇做好咁樣。咁呢，呢個係因為呢，你未進入呢個嘅小紅書嘅內容廣場啦。OK， 依家嘅平台呢，唔單止升級咗呢個內容廣場嘅熱門筆記啦，同埋呢仲同步咗強化蒲公英上邊嘅一個廣告平台功能喎。咁今日呢條片呢，就係你講清楚呢一場嘅小紅書嘅內容革命呢，點樣由幫你係由零行到去破萬嘅曝光啦。好，先嚟第一部分，第一節內容廣場究竟係啲咩？嗱，所謂嘅內容廣場其實就係平台嘅第一層冷啟動嘅曝光詞。OK， 當你嘅筆記一 send 出去一發出去嘅話，你要觸及一啲陌生人呢，記住唔係靠粉絲，而係靠呢個嘅推薦機制。OK， 喺2025年嘅年初呢，小紅書就推出咗全新嘅熱門筆記分佈啦，進一步強化呢個流量詞啦。每一個分類呢都會展示過去3日、7日、14日、30日最受歡迎嘅筆記。用戶咧可以根據呢個內容嘅主題啦、筆記嘅類型啦、身份啦，例如係博主啦、品牌明星啦，進行呢個篩選。OK， 顯示呢個指標咧，包括係點讚數啦、like 啦、收藏啦、bookmark 咗啦、評論啦等等呢個互動綜合嘅評分。OK， 呢啲筆記咧唔單止係平台算法測試受歡迎程度嘅依據，更加係一種公開嘅冷啟動排行榜。擁有咗呢個公開嘅冷啟動排行榜呢，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入到去呢個榜呢？從而咧破解咗呢個流量密碼呢？咁背後咧取決於3個嘅關鍵因素。第一個，寫作與標題嘅策略，選擇熱度嘅主題，例如減脂啦，即係減肥啦、旅遊啦，或者我哋襯衫啦，內地叫穿搭啦。OK， 咁啊加入一個準確嘅標籤，例如主題啊、人群啊、地點啊，再加上情緒。OK， 結尾去到有度一個互動啦，例如就係，記住我呢度講緊有度喎，唔係有度互動喎，唔係叫人加微信嗰啲喎。嗱，譬如我哋問下你又體驗成點啊？你又覺得點啊？或者邀請大家去留言咧，咁呢啲係 OK 嘅。第二咧就係喺個封面同埋標題上面嘅設計啦。嗱，封面圖咧，我哋需要具備咧視覺嘅焦點啦，人啦，即係人嘅樣啦、產品啦，或者係一啲對比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呢個標題啦，我哋要用情緒字詞、情緒嘅詞啦，或者係行動嘅語言啦。呢個俾個例子嚟，被騙10次後，我終於找到這家店。呢一啲咧就係我哋係好帶動一個好勁嘅情緒價值啦。然之後就吸引你呢個標題入到去。咁第3個點咧就係高互動同埋早段嘅爆發。嗱，好緊要啊！呢個關鍵細節位嚟到呢度啦。前3個鐘頭嘅互動數咧係取決於咧能唔能夠入榜嘅，去唔去到個推薦名單，收藏率高，評論又有共鳴，更加容易進入去呢個嘅熱門筆記區域嗰度。OK。第3個 point 就係品牌點樣利用蒲公英呢個工具咧去放大呢一波嘅流量咧。嗱，另外一個重要升級咧就係呢個蒲公英嘅廣告平台嘅全功能嘅整合啦。嗱，呢一個咧針對品牌主咧，即係品牌方啦，投放廣告後咧，依家新增咗幾樣嘢。第一樣嘢，推薦嘅博主同埋推薦嘅靈感，好快速咧就可以揾到合適嘅創作者同埋內容模板啦。第二個，全流程嘅自助投放 ，OK， 由邀約到審稿、發布、付款、數據分析，全部在線完成。OK， 第3個，筆記嘅加熱功能，將進榜嘅筆記用聚光頭流咧進行放大嘅曝光，延長呢個熱度嘅壽命。咁呢啲工具咧，搭配嘅內容廣場嘅熱榜系統咧，喺令到品牌咧可以先睇呢個趨勢，再加熱嘅推廣嘅方式，最大化每一筆筆記嘅投資嘅效益。OK， 咁我哋總結下今日嘅重點啊。嗱，第一個
內容廣場咧係你筆記懶啟動嘅第一個門檻。OK， 你入到去咧，先能夠咧俾更多嘅人睇到。記住啊，你唔係俾粉絲睇到，你係去推薦俾呢個算法去睇到。第二，寫作技巧，你嘅標題寫得夠唔夠互動啦？你嘅標籤咧個邏輯啱唔啱啦？封面上面嘅設計啦。OK， 第三個就係點樣利用蒲公英去加熱，去利用蒲公英嘅平台幫你串起咗博主嘅合作內容嘅發布同埋成個廣告推廣嘅鏈條。即係咧，當你有好嘅文章咧，你係可以透過蒲公英咧係成大10倍、20倍，甚至乎100倍你嘅廣告嘅威力，真真正正做到咧個 ROI 咧做到一個好大好大嘅回報率。OK， 如果你係品牌主、博主、自媒體工作者，唔想錯過流量呢個武器嘅話，呢支影片咧就係好適合你去睇啦。記住關注我哋權傾網絡，開啟呢個小鈴鐺。下集咧我哋教你如何去繼續喺小紅書嗰度咧做更好嘅成長。